这是什么？水。这是什么水？你还海浪呢你？水啊！我爱讲钓，我就讲臭。宝宝。这个是最难的，最难就是把盖子打开。你有奶奶啊？因为我动不起吗？秘密武器黑马盖。山葵油。山葵油。为什么会破音？你知道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我奶生，奶生，是落去，奶生，吞落去啊！主厨，你要开个金口吗？公发一下。秋云姐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刚刚讨论，山葵味道出来嘞。鬼什么？我以为咯，要冲厉害的吧？你站这里。哎，真的。我头刚有一点都给检查。哎，就刚这样。我该喊麦给我钱。等一下，他一做好哦，他会说来3桌。川烫厨师点数你。福卡地北都盖自家自主，每5尾秀哦。嘿，5尾数哦。到底係川燙師傅厲害，也係福卡台師傅厲害呢？不管用的時候，用心做料理，就做得感通人心。錯。啊，唔過咧，今日來參賽者咧，當我強用，因為呢，我爸爸見大天發也一陣嘢，從前教台、班教台講，啊媽你我爸爸前妻跟我媽媽前妻跟我來參加。沒讓你打嘴鼓，還是跟你講說，就是講別人的事。而且我出到腳本時間講，先傳給我看看。他是背後的製作人就錯唄。我讓你講哦，你改編哦，係就可以串燙的台廚師。我攬出把 cam 攞出來一次吼，家裡的大主廚，餐廳食到嚟之後，我知道講，還係福卡的味道令人懷念。錯。我說不管用的呢，就像剛剛講到嘅。所以用心的做料理都做得相當人心啦哈！現在不要到今日參賽者之前來看一下師傅。轉個那不要到你啊，牛涵師傅，大家好。水醬嘅牛涵啊，這類咧，還有水醬到嘅親友鳳師師傅。大家好，個個好。啊，所以不要到你風吹參賽者哦，係你來是沒有歷史嘅，那個阿姑老車的，向下來參加咩係我嘅親戚咯。不要到車修鳳老車英堂，不要。大家好，大家用心對啦，今杯也聽我好好照顧一下哦，不然陳爸爸等下會在節目當中直接打電話給你。呢個係姑婆係嘛？阿姑婆，姨婆都可以。老一個阿叔，因為爸爸媽媽都係親戚。嘿，你看一下白 cam 來倆出係來自推北溫山嘅表姐妹檔，記得係何秋雲、曾怡珍。大家好，好漂亮哦。好温柔。哎啊，為什麼藍隊要穿紅色衣服？可能你好啊，公交，因為這樣嘛。對，那現在可以哈，第二班呢哈，孫鳳姐拍下呢全部金獎嘛，爸爸添打。係咯，照3餐打呢。以前來比賽哈，幾時間用嚟搶來比賽？前幾年剛好都進行嘛過。幾年前就喺那你現在才來？你新年到等到藝術佢長堂，就體育佢就那磨合。哦，都係特別對南劍啊，南劍咯。咁不說也退休嘅係嘛？退休嘅啦，退休幾廿年咧，我80歲退休。出來哦，就是當時。我講我不睇全部政治標誌，看皮膚佢講誒。嘿咯，吹彈可破呢。亞叔，佢咩厲害？以後做一個特級廚師以外，佢研發嘅負責啊，松下義工都啲。真啊！你係太重視呢？係睇，夾來嘅。英同阿叔，你有算過冇？一下你買過嘅阿伯有幾多隻？哦，什麼好多幾百萬隻嘅。係嘛？有超過6300萬。工廠也來食啊，也來。阿伯看到機會驚咯。然後佢搶民族語拍廣告。時代下工。係啦，他的經紀人在下面，他直接談。搶條路搶。缺男生的話，應該沒走對了。沒有，我們什麼都不缺你。好啦，你啊，好好來比掉你。係啊，好好照顧一下。好，咱最後一篇哦，係非常有才情哦，才華滿分。唐講2位哦，做乜嘅會上到鞍將，係因為平常時就跳舞。哦，一定會講。但是舞蹈分很多種啊，總不可能是 breaking 吧？對，對不對？很難說。哦，那是哪一種舞啊？
我们是学国标舞，难怪兴趣眼红，看国标舞嘅地背度很有奋斗中。动斗中哦，那个恰恰论吧。我正大国标舞社的呢。篮球校系队，系队，系然后男篮又是国标舞，你是不是都只是去报名而已？没有，是去当系草这样子。好了，重点，最大的学姐，我不相信有这种学姐，这种系草。但重点，两位阿姐今天就带来表演。来 C 位，掌声鼓励一下。1、2、恰恰，奇怪的话，欢迎，谢谢大家收看。献丑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真挺厉害耶！哎啦，给我们怡珍姐掌声鼓励一下。厉害！看来这一段，我们真的是见证了张博谦真的会跳舞。会啦，真个厉害呢。该不会等一下嘅游戏就是跟跳舞，有吗？会不会？唔知呢，大家看一下嘛。好了，之前有看一下，现在暖身完毕耶嘛哈。好，马上来进行体育馆嘅挑战喽。向前变困啊！第一关要用神奇嘅方式來考驗兩嘴料理嘅基本功有幾層，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。當然，夫家人之間嘅團結合作咪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馬上來進行一個挑戰，不過基本人呢看到燈嘅擺頭啲啊，哎呀，我真的心跳又開始加速了。開始年輕了哦。我不知道為什麼愛抽中醫，我有一個開關會開啟。唔係，我要都有新嘅觀眾朋友可能唔知等下會搞乜計嗬，就係你講嗌來團呐，嗬。那這個遊戲規則用辦來搞呢？等一下我會分組啊，我們3個人都要同時加入比賽。不過其中之3人係負責來種講出嘅音樂當歌嘅題目。不過總得講到題目當歌嘅事哦，限只有3分鐘嘅時間，看哪一組答錯嘅題目最多哦，讓你得到1分。來，我們倆剪刀手布，剪刀石頭布。我先來，我是後來講來講。冇問題。咁用嘅話呢，你就風吹先開始。好，風吹搶秋會。狂音用辦公一家之主有史以來最刺激的遊戲節目，有什麼要跟戰友先信心喊話？嗱，剛剛都已經講好誒，我招對牙花租哦。不能帶着笑容給我威脅呢。好啦，唔怕，因為佢緊緊當槍。他上次有一次靠他一個人拿了8題還是9題。對，姑婆冇問題啦。唔是笑，唔是笑。好，來兩下準備，繼續搶開始。記到扎師，記到扎師。用的是苗栗用到我們牛肉的。哦，結章。錯，下一題。答對。幾個字？用的是半鐵。下一題。幾個字？苗栗出嘅大白大字拋嘅，用的是。下一題。什麼是？好，然後呢？看我。不能看你。溫同啊。哎，下一題。不要講到上面的字。好，幾個字？笑容。幾個字？用的是。好，然後呢？給我講誒。哦，鵪鶉。唔錯。給了。唔該亂。哦，鵪鶉蛋。唔會。幫忙耶。咩唔會？幫忙耶。好，下一題。幾個字？個什麼是？好，然後呢？走準是他們那個。下一題。不要講到上面的字。幾個字？怎麼幾個字？下一題。用個什麼是？然後呢？除咗你會表演呢，什麼是？主人要細細除嘅，喵嘅除，創個三德師。哦，衝山歌。咩？瓜仔戲。瓜仔戲。你要細細除溫嘅東西。用啊，胡同。咩？然後呢？葉子是那個。一色的，無色的。無色。會幫忙耶。下一題。哦，用的是。然後。買個菜啊。下一題。幾個字？三德師。大白講，是會健康嘅。用維他命 C 哦。會煮
哎，大家那一个几个字？过完要泡茶，他讲你那个。下一题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不要讲在上面的。哦，幾多殺事？用到是，过完演员那个。下一題，幾個字？幾個字？他講你保要個吹板的個三得四。哦，給那個給送給。三得我衝嘅。最高嘅三得。咩三得四？給乜個一嘅？乜個一？因為一。咩？哦，咩給？衝獎嘛用。啊，廣東嘞。下一題。幾個字？演員出色的，演片出色的演員。沒。演員董監。發芽用。風勢嘞。發芽用嘞。你用到字。不應看一下。鳳梨啦。我們先幫印堂哥擦個汗，他也來擦汗一下，給印堂哥口秀一下，總上鼓勵一下。民主愛讓你講，你走得到那個曾天哥告退嘞，因為啊，姑婆而家發生乜事情？差點要衰退嘞。經過三得四，唔得講鳳梨講唔得咯。哎呀，唔得講發芽用嘞。全家都很激動不？很激動啊！公布一下，因為該下民主決定動強，一人獨得6分。用力。你下總上咧，發展一下冷脆嘅表現咯。第一關呢，天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可能沒懂緊走哈，不過還要個提上100，有100 pass 的機會，而且呢，一開始的時間哈要有默契啊。還有該重點就係總得講到該題目當過的事哦，前車之鑑哦，他們不然剛剛其實超強的哦，三夠眼來三大師。他剛才跟我說健康的，我就猜對番薯一樣。還有演料也有，演該講。好啦，有準備好勢吧？準備好。OK，好咯。好了，第一次搶開始。好，幾多沙士？三得四，雜叉要計，擦，下一題。幾個多沙士？等於為先嚟當應用啊，唔係拍嘅，拍板人，唔錯。造先為先當應用嘅，要條慢條，唔錯，係家當應用嘅，加油，下雞蛋，哎呦，我早餐不吃雞蛋。他該比這個呢是，這是什麼？水，這是什麼水？你還海浪呢你？水啊！我愛講掉，我跟我臭。我寶貓。這個是最難的，最難就是把蓋子打開。你有奶奶啊？因為我動了皮嗎？拍真呢，板真，唔錯。造先為先當應用嘅，要條慢條，唔錯，係家當應用嘅，加油，下雞蛋，哎呦，我早餐不吃雞蛋。不是，幾多沙士？三加四。三加。用筆的。衝下個一起個飲料店，不是飲料店，你會不會誤導我？我們很喜歡吃，當我切個買東西，都菜啊，白切。哎呀，準備個牛嘅東西啊，跟你用筆的。三層牛。唔錯。用一個。下一題，幾多沙士？兩沙士，你炒用米做嘅個脆嘅個。板。買個什麼？要咁樣。有個板。對啊。秋雨姐要玩呢。海浪。對啊，海浪跟跟海浪有什麼關係？你誤導我。馬蓋。有白的跟黃黑的。等佢要變菜譜。你要不要 pass 啊？pass。下一題。幾多沙士？葱啊，煮個湯嚟，比如說湯菜。你媽媽教我煮的那個叫做什麼？要表該不給扔呢？大豬小豬肉一盤。獅子頭。你講出來咧。哦，下一題。三加四到乜嘅？我問你，那你剛說最好吃的是什麼？炸雞、漢堡、一條薯條。那是用什麼做？原型食物是什麼？地瓜。唔錯。麥當勞。一條。對呀，飯酥啊。另外一種。你從哪走？一條。我減肥很久了，我不吃麥當勞啊。當好些的東西。
第一个是他讲了。那下一题。两个字。早上我们早餐西式早餐都会吃馒头吐司。对。又爽。好了。我发表一下心得。怡珍姐，你的早餐吃的真的很多。大概比这个呢是。这是什么？水。这是什么水？你还海浪呢你？海浪水啊。水哦。对呀，这什么水啦？水。你还讲我钓啊？我爱讲钓啊，跟我臭。乱撞哎。印堂哥，你知道你刚的那个好玩了哈。OK， 然後南水呢得到嘅係3題咯，剛下你鳳水得到嘅係6題，突破！加油！哎，莫还要让怡珍姐跑球姐哈。怡珍姐然后待会制作单位帮她准备3罐水，因为她喉咙有点受伤了。希望大家。嗰首第一關呢，你鳳水得到1分。恭喜。好，唔怕你呀，看一下今日玉涵姐帶來乜嘅好料理，我嚟老太自家分享呢。主廚素魯菜。當久冇看到有鹹子呢來煮菜搞太自家做料理嘅，嗰時候呢太自家認真看哦，因為等下我有水塘烤，有機會做得到1分哦。請問一下玉涵姐，今日菜名係乜嘅？五臟排骨豬米湯。哇，講到動手哦！對，剛才很像 Siri 在講。有。那 Siri 有這麼漂亮就不一定咯。謝謝。啊，有哪道食材呢？菜講一半。介紹一下哦，有芹菜、蕹麻、香菜，哦，有嘅鳳粥。蕹蕹對啦，蕹荠。我烤它嘛。五臟、蠔油、有機黑豆，然後黑色食材配黑色的香菇，紫排、豬尾巴。這個是豬米，豬米，這不是豬腳哎。豬米。哦！我們一起給鏡頭來，2號機來，1、2、3，啾咪！哎，怎麼會這樣？好了，哎，我們還是要做菜哦，姐姐。不好意思，排骨。哎，不是筒狗啊？唔是，通常一般都會先殺狗一下。你有強下剪的嗎？強下剪。但是哎，大家家下師傅冇講係豬妹，哎，喊起都係豬腳呢，因為要按醋嘅豬妹啊。特選。我們可以看接片師傅的手菜啊，就會看睇隻。哎，豬妹係咪一般都用那種滷汁來滷下豆？還是有其他料？會撈豬肉㗎，會撈豬米嘛？會買豬冇用撈啊，就用做四神湯啊。哦，做四神湯，做甜咩啊？做鹹咩？當然鹹咩啊？有人做甜的嗎？有你四神湯做甜咩？有做甜的。哦，還有糖糕，甜咩？等一下會標米酒嗎？哎，唔會嘞。唔係啊。那代表一定很新鮮。哎，錯。香菜我們也是切小段就好了。香菜然後香菜就切幼幼啊。演習耶。主要係了會先煎過，幾頭滿湯嘅時啫，梅頭下會出來啦，係安尼嘛？哦。那老師有梅納反應。哦。但是因為我已經冇那給殺過，等一下它出那個沫會不會比較多？哎，壓力鍋哈是利用熱壓讓食物壓熟，所以它不會有那個浮沫。哦。哎，那個湯會比較清澈。你發現到你凍夾胸會用壓力鍋嚟做菜呢？簡直就差沒帶鹽而已。對呀。對，下次好了。你看，需要的話，沒壓力的美女用一個壓力鍋，所以你要讓佢扁面一下，不同面讓佢煎一下哈。對，讓它有上色，然後可以增加這個湯它的油脂逼出來，對，比較不會油膩。按油啊，味道比較會出來啊。對，不是讓佢滷一下哈，抓醃一下不用。唔是。水塘烤。好了，水塘烤了。嚴重攬出嚟加椒哦，加下冇分數哦。客家師傅嘅話，火燒豬頭係乜嘅意思咧 ？A. 剛公面散 ，B. 迫在眉睫 ，C. 惱羞成怒。來第，等下有答案先不要講，因為有要猜答題權，要猜拳的哈。先猜拳。就一個火燒豬頭，整個唔太困哦，意思嘛嘅吃到懂面散，有一個懂勁激嘅，有係是講惱羞成怒。火燒豬頭啊！拍一下來猜拳，馬上還會出拳。好來，猜拳，剪刀石頭布。
哇，咱随先来讲一下，来选 B， 迫在眉睫。觉得好接的。那我们要选哪一个 C， ？C。哇，两瓶的动力好，感觉两队都是摸熊是直接拱出来，代表都很有自信。结果答案嘿，哎，你眼镜，你们这很爱做效果哎，哎，真的呢，真紧的呀。然后呢，A 号讲讲面善吼。佛手煮条又代表是煮的面熟的吼，所以贵期客家师傅的法是佛手煮条熟面。难不咯？因為快睇呢，假使你行擺看到以上係動物熟食嘅煙哦，然後你要跟他套近乎，來吃到你佛手煮條，唔會吧？來吃到我老五佛手煮條。哦，熟面，哎，真的有學到呢。有吼，那沒係呢。因為我對我們的選項還蠻自信的。你火燒到眉毛了，眉毛了，對，係啊。啊，你用煮都冇多。沒有，就冇冇到。結果秀紅姐擔心的是分數。你當時自己做條眼用做嘅動作。好，來觀察一下哦，一個排骨。煮米都有一點上色了，所以一般豆腐卡爆痛的時間哦，可以先把肉煎一煎。要一定要，我不用嘿。可是你是老本頭嗎？不是，因為倆係煮痛的，那從來都有炒的時間有煮那個紅燒啊，糖醋的些時候容易上色，啊倆是煮清痛煮米絲，米頭有出來，好，我寶寶。這個是最難的，最難就是把蓋子打開。要教大家一下嗎？太難了，太難了，你一定要魔法煮學啦。好，下嚟，有馬來西。哦，五條。五條係浸水嗎？唔是，五晝。按簡單哦。哎，就全部不用落去。第一難的事情。懂難哦，就不用落去啊，不用落去。香菇，這個壓力鍋說真的要買起來，真的，你應該要出一本壓力鍋料理書哎。好應吧啦。你講下一次好幾次了。咁樣嘅米係沒有水有感看到對吧？因為會不會就是要醃過它嗎？醃過食材就做得了。哦，醃過就好。對，椒粉。玉涵姐很會教大家一鍋料理。對，你還蠻該。蠔油。哦。豬肉係什麼卡好看哈？哎，不是，它是鮮味跟鹹味的來源。蠔油加下去就是好吃啦。嘿啦。好，第三難就是把蓋子。第三難。懂難。把蓋子蓋上來。好的。等一下，蓋子真的太難了。好，這樣子。需要我們的男丁嗎？不用，這樣不是，壓住它就關不起來了，只要這樣子推進來就好了。哦。那個加熱之後，壓力上升2條線。哦。2條線。就扣緊的呢。係啊。就最大壓力了，2條線。5分鐘，有好哎。5分鐘就好了。哎，5分鐘煮湯。哎呦，這樣學那個小朋友也轉給300秒。我覺得這道料理賣的是鍋子哎，不是賣顏值嗎？也有。加油吧，等下5分鐘過後馬上都進來。5分鐘過去耶，壓咗隻開龜嘛，做對啦。大家的驚訝聲準備哦。有，很香哦。這個最重要的時刻就是把它舀出來。這中後料理耶。哎呦，看你要端啊，你哇，又有膠原蛋白。這個回家很快就可以煮一碗湯上。你有奶奶看，又有凍落去啊！你等一下是要續碗吧？哎，不可能整鍋都給他吧？煮米啊！哦，前面就妹，走的。我願意哦。秘密武器黑馬該。山葵油。沒有，為什麼會過音？你知道什麼東西？說吃什麼？先吃。還有老闆娘的酷死呢，我奶生，吃落去，奶生，吞落去哦。
汤。你有奶奶啊？哟，冻落去哈啊哦，男性哦，哎喏，跟玉涵姐的皮肤可同样哦。没有啦，压力锅其实最棒的就是它可以保持食物的原形，原味原形，对，它不会煮了散掉。软而不烂。对，它是用焖的原理，压力焖，压力热压力，压力锅所。以像压力使人成长是一样的道理。哎呦，对，五皱排骨煮米通。按钮最后 C 喽。哇，那个五皱排骨煮米汤，煮米汤。你打败讲那个莫强强嘞？米汤，但不是揪米头哦。好了，真嘅浓香，看起来呢，吃这个。好食就好咧啦，关键嘛嘅命嘅哦。冻起来要注目呢。天哪，这个汤头，先喝汤是？这汤头浓厚色，很甜哦。对，来先学个注目诶。哎，阿姐就刚才讲诶，完全脱骨哎。不敢相信，5分鐘竟然做得煮到安樂哎，好好吃，好生嘛，好生嘛，好色，真嘅好很入味，好吃。而且不油腻，哎，对，最主要它那个油都煮开了，没有那个油。而佢時節另外落去煎一下就係安用嘅。不用按多東西落去哈，嘅梅頭種又血液出來，又一個係凍豐富，唔係單一嘅呢，叫梅頭凍豆。台灣本來唔是用過芋頭嚟煮湯哈。係啊，哎，我也是第一次學到芋頭那個煲湯，哎呦，好好喝，而且cái頭的香氣很重。對，而且它有加那個無肉啊，超冬天。这道食材已經講好，佢係原汁原味呈現，冇加其他的調味料落去，真嘅是到凍甜凍好吃。你等一下是要續碗吧？對不對？哎，不可能整鍋都給他吧？啊，分一半啊。煮米啊。哦，前面做木，走的。我願意哦。好了，等下都給陳家了，謝家也可以。好啦，你煲一下成節本睇下啲，一黑紅川呢得到1罐，南川愛高加油。好，唔怕，唔過最背面嘅1罐嘅料理挑戰，馬上就來開始咯。家家出好菜，兩嘴這段只聽嘅題目，啲閒聽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，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。兩下夾夾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了嘅愛掉上做咯。最背面1罐呢，也嘅家家出好菜，看一下兩組都帶到嚟嘛嘅，也嘅秘密武器，我來挑戰咯。你馮翠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？山葵油。山葵油。沒有，為什麼會破音？不可能湯喝太多這樣子吧？有。但是跟你說轉音蠻好聽的，果然是歌手，哇！有轉音，有轉音。山葵油，山葵油是不是？山葵油啊！但是看到哎，為什麼那麼激動？要解釋一下啊！你說我嗎？他，因為山葵油它是屬於我們，看它也是叫山葵油。我們一般就日本料理哦，應該加蜂蜜哦。迄個做一個 wasabi 也有啊。wasabi 也有哎。wasabi 做的煉油 ，wasabi 可以，对它给的籽哦，我们那个什么花椒粒一样，浸泡再去那个，对，提点揭秘哈啦，揭秘哈，风味啦，风味，印堂哥会不会觉得这一关怎么还在熊都嘎嘎拱？咁做一個wasabi 油係嘛？哎，wasabi 油哎，秘密武器，咁也最背面1罐菜名啊，怎麼解？上樹的山葵魚柳，哦呦，上樹的哦，那個好啊，你要給重新排列一下，就會山葵、上樹、魚柳。哦，你還有老幾夠老幾變夠做出來講咩？魚柳、山葵。你確定要搞自己？就老要全部注空它就。可以了，秘密武器就該山葵油啦。對，最關鍵1罐哦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大家就
印堂哥真看起来又变起来了吼。我咱嘴不是省油的灯，记得今日带来动力害，台上讲出来，今日带来个秘密武器系嘛解？豆腐衣，豆腐衣，有乜讲去动厉害呢？透过嘅客家人吼，该做农事吼，像有大家好困苦嘛，该遇到东西，像有拿来腌过，腌过保存比较长久。这个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感动的故事？感动的故事，因为你在哽咽。我在讲法是安用意。对啦，你讲法是安用意。说停留在什么？你说我猜的。请各位安用讲哦，给豆腐衣哦，因为大白兔会问啊，迄一架做么？虽然俩咩一架做的，但是它还唯独一架自主当去覆盖。真的哦，对不对？嘿，动人进风呢。系哦，对呀。豆腐衣嘅料理哦，做啲变化动作，因为带落一个菜名系嘛解？咦，菜名豆腐乳鸡丁。哎呦，看起来冻简单，不过系冻插盘嘅料理哦。最重要一定要大声哦，这个是先声夺人的部分哦。准备日冠，你有信心吗？有信心。哦，要变起来了哦。两队都已经准备好势，马上来倒算。3、2、1，抢开始走。3开始了。走了哈。有水缸倒的。拿手机的哦，把个菜刀都拿出来。哦哟，哎姐，我们没走胜利，我们是很紧张哦。对啊，你都动紧张哎。秀红姐从体验哦走胜利快点该细节了，她的准备的那个程度是一样。我们从哪样讲？你看，印堂哥你。来，我们来。拿手都动工了，动工，睇看清楚，然后拿水过来。今日安用都不卡练习几多摆？摸。本身是大总厨师喊我练习。秀红姐，你自家就可以点可以串汤，本身我落去煮吗？冇。那你怎么那么会做菜？你做调羹用？那负责秀签就好了呀。应该分系嘛？该分。要酥炸粉。我第一次感觉到时间真的有压力。有啊，这边好快。其实我们没有客人等着要出场，就是慢慢的爬。对啊。现在我会重啊。加油咯！改一些的。3葵油。用半天加油。加了它速度会比较酥，还比较脆。它的加盖啊，跟起身差不？你有见到你吗？没有，你有做泡菜拍？泡菜啊？还要做泡菜吗？系嘛？要炸，对，我还是要炸，我这要炸。啊，我冇冇按关键呢。系啊，天都错了嘞。我放在一枪子呢。做生意就是要这样子。一下忙拢用。冇拿棍哎，你都给做下去按啦。他刚才做法是按用面。我装进去啊，我装进去。还是其实真天哥也有给你们压力。没啦，冇按关键呢，但是我问一个食材的问题，因为你来干哈跳就躺工，你们今天是会用什么松鼠鱼是吗？松鼠形状啊，松鼠就松鼠，鱼就鱼，怎么会松鼠？没有，它的摆的形体而已。你俩好特别的是讲哦，你要加粉浆地步，要加起身插落去哈。还有3葵油，还有青葱。还有要测温度吗？应该差不多了。速度后。对，应该。果然系台中来尾巴给我。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了，该乱用。你要吹布呢？该慢点走哎，海州哎，你做什么东西？吃什么？锤生。风要掉线了吗？先吃。还有老板来不谁呢？好生，我奶生，奶生，吃落去，奶生。大家好，这是在铁凿啊，你都可以讲。好，你看咯。你爱什么？爱吃的。吃咯。来切个做啊。吞落去哦。好啦，等下上来买这片毛，这片毛摔丢过。我加掉。你要别摸我水了呀。有啦，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豆腐鸡哈，那鹿肉的凤血糖果咩系自家去学转来的，系吗？这是变过来切。变过来切，又要 Q 讲的切菱形啦。马上要 Q 嘞，做了要 Q 啦。咩？从以后切菱形哦，按用头尾切脱，切脱了一刀是菱形的啊。先把刀来吧，把个是菱形。嘿。呀，头尾是没的啊。哦呀。要不要扁过来？扁过来。翻过来切，因为它正面还又该磨啊，薄膜啊，豆温膜切。像爱在这个切个tomato的时间有啊。今天我做的是鸡丁，对不对？用布用吗？他们腌的这个豆腐乳很厉害哦。因为加其他的东西。对啊，是就豆腐鸡甜，也系加其他的。
调油啊，味淋好像也可以哈。有干嘛嘅东西吗？看让啊调油啦。调油。秋云姐，是不是被大家逼到角落去？哎，秋云姐，想解下吼，那个怡珍姐又让来跳舞，你平常的兴趣系嘛解？看天气啊，爬山啊，天山啊，山有山啊。有一个节目很多山上优雅哦。哦，你都在看。哦，对哦。好小款啊！你动好铁扇，因为动好款铁扇的天气。你好年纪好大的哈，不敢爬高山呐。跳狗是爬高山。高山系哪边？高山。玉山啊，你就跳过玉山。对呀，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。3000呢？大霸尖山呢？大霸尖山，我们方哥都用摩托车上去呢。300嘞，哎呀，雪山与洗白。大霸尖山动难呢？你有没有讲机动难？在后山的时间体力当好啦，所以你要半夜是走的啦。这个一节500块哦。哦，都舒服嘞。嘿咯，要门啲啊，跟你跳又难哦，门啊。你可以给到给按摩哈，有好喉线的。哎，按的不好可以换师傅哦。走的交换，工作交换。5号吗？还是6号？你几多号？小学的时节几多号啦？你手机几多号吗？所以你一定要落去铺係嗎？嘿，走得鋪嗎？这个油温要几度？要用筷子看嗎？他们都用手，他用手势啊。OK。手势。手不是要让去手去试那个温，真的。就是大概感。你就知道没有字幕是一件多难的事。所以要几度？这样是几度？还是要丢一个葱下去？葱也可以啊。还没热，还没有，所以你要开大火啊。我们先过去好不好？哦。火热炒好漂亮哦！哇，最孬哦！小白，你都在北京快餐堂啊，招牌出南京呐，南京，嘿咯，南京，南京。所以都是你自己要去试菜哈。我会去试菜，对。啊，该时这哦，去到睇到啊，改片中规啦，去快餐摊甲压力不动台嘛。哦，当时可以加我还好唔可以。可能要特別連擺盤都幾有錢。所以你條新香料做乜㗎？也要用啊。炒，哎，还要炒过，还用那山葵油。山葵油炒做啲炒怕，做啲炒。你看都泡泡咩？婆婆让我炒，真的炒，讓佢炒。對啊，這個兩種口味，兩種口味。嘿，哇，要特別件加葡萄蔥鹽配用誒。係哦，就變金魚。對啊。哎，咩係我炒過誒？要咩調味唔酸味啦。上片一個黑胡椒，一個胡椒嘛哈，一個沾這個。你的優肉跟那個，哎，它這個沾起來又不一樣味道。哎，秀紅姐你真厲害，雖然你講的都係重溫，不過你客語比例很高。不是，你講的客家國語。對啊，所以客語比例很高。算客語哦。算。客家國語。主廚，你要開個金口嗎？公發一下，公發一下。秋雲姐，你的想法是什麼？就是我們剛剛討論。山葵味道出來咧。哦。哇，因為呢，重厲害的吧？你站這裡。哎，真的。我頭間有一件都幾檢查。哎，就剛講。我該談賣給我錢。等一下，他一做好哦，他會說來3桌。哎，秀紅姐你真厲害，雖然你講的都係重溫，不過你客語比例很高。不是，你講的客家國語。對啊，所以客語比例很高。算客語哦。算。客家國語。強風煙啊！你看高多正啊！啊，哥哥，等下高多正來哈。好。我們這個應該油泡一下就好了，對不對？對。因為等一下韓國在炒啊。哎，那還不要必須。但是要把基本揉哦。我們的濾網呢？這邊。醃過應該還好吧？哎，有熟成盤嗎？成品盤。你要熟的嗎？成品盤還蠻熟哎。那我跟你講，這個直接倒落去，來熟成盤來了，熟成盤。熟成盤。這盤子有先熟成過。好，對，有消毒。那有施肥嗎？有，55度。55度。姐姐，我想講，你鋪到一半，等下韓國會炒，對不對？你等下要去它倒落去，它這個剛好緊夠以後，它就板上熟唄。冇辦法，因為佢嘅油溫冇辣過。哦。對啊，等下差不多。冇，它等一下它落去炒啊。所以你等下青椒、彩椒落去炒。佢嘅做法係
落去炒啦。嘿啊，所以你把它浸过热去。的时候让炒紧咩用油和基本嘅。嘿啦，直接用炒死。咱意思係講，其實倒落去啊，沥油啊。唔是啊，其實用。大下人要火哦，大下。你睇干嘛調炒？因為佢蠻好，做喺細火底，下機會該焦掉。你做喺下細火底咁拍，應該春嘅調布子有做埋東西，春嘅啊。一下子每嘅時間哈，撈去炒下，跟它混合一下再炒。啊，你就唔可以用cái水攪攪啊，咩下河吼？下河叫啊？師傅講唔是，唔是哈哦。師傅講唔是啦，係啊，唔是下禮貌嘅講法啦，下冇禮貌就係關住邊要到哦。咩？因為人家空機炒有冇？因為幾家攪攪幾好均勻。對啦。主廚，你要開個金口嗎？公發一下，公發一下。秋雲姐，你的想法是什麼？就是我們剛剛在討論。好，我簡單哈 summarize 一下，就是你了解攪勻來嘛，用水用酒，然後佢攪勻，等一下下火攪啊，炒嘅時間啦。冇，冇，唔是啊，冇，結果冇，係啊，一定是金牛做的。金牛。你都有快炒哎，怎麼辦？你要快炒好嗎？快炒那就120，240，240要這麼快？大火，所以按差不多火力呢哈。嘿，那你要拿個調味嘛？不要50嘞，50嘞，好，後生就又抓煙嚟了。好，已經下味好了，所以這個就不用了。唔是的，它都已經醃好、醃製過了。對。好，那我們過去嘅豆邊要豆邊已經好洗哈。加油加油！哇，阿姐，你看廣東豆白，這不是做生意呐。因為白盤用滿醬哦。哎，沒有人回答我。怎麼樣？白盤用滿醬啊。還可以的。生葵味道出來咧。真的耶！很棒哦，鬼蟲哦，哇，因為呢，要從厲害的吧？你站這裡，來，這裡。哎，真的，有呢。哎呦，搖滾區呢？熊土辣的。要這個有豆腐卡吃色夠嗎？有稍微做一下。不然哈。嗆哦。對，結果我唔敢，你皮哦，總得皮哦，你留皮就好了。不要皮，留皮之後呢？那我不要皮。但是好酷好強烈哦。沒想到這個是這麼強烈的味道，出來的有味道，但是硬糖，哎，先講不是感冒哦。哦，不是。硬糖哥窮，你要山椒油哦。除了走這個松鼠魚和山葵魚，山椒魚，山椒魚。你說山椒？山葵油還可以怎麼變化？可以做什麼？它可以拌面、拌飯那一些都可以。哦。我調緊我已經都幾鹹菜。哎，調緊啲啊！我該談買給我錢。難啲有個幾哦。等一下，他一做好哦，他會說來3桌，這是第3桌的，所以差唔多好嘞呢。好啊，來多酸點哈。來3桌了哈。先從馬上來多酸。 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出來吃看那最波米館，到底哪組較厲害呢？兩組都當厲害哦，先問自己嘅掌聲呀！厲害！來，先俾你捧出來搶哦，來吃看那你嘅。我得米就好食。那我而家呢做啲放下嘅優格乳哈，非常講落，即係做落皮嚟叫我食。兩頭水經過，你蛋想是走在走呢，跟哈 Q 啊，某個東西，像蝦球也可以做山葵蝦球。也可以。真嘅厲害，你看怡珍姐學醬醬嘞。是凍薑。但我現在就成因呢為好食嘅東西。對啊。對，雖然佢係有山葵，又到辣的，好變好少是成因的是做得吃。哎呀，電腦係甜味甜甜。那現在吃完餐廳之後，我們回家來品嘗家的味道嘍。對，兩位台師傅來講哦，就雪落基是地，我們是用什麼秘密武器？阿姑幫你知道嗎？蜜糖。豆腐魚。專家。懂一咪呢？懂嫩呢。果然要先按摩。真的。秀紅姐，口感比較好。
手办比较好。手办比较好，是不是？哎，小红姐哦，就到南京开个串烫嘅挑架用按到都按用烟。哎呦，不要再练国标，我直接去开餐厅的啦。很好吃，我饭最好。系啊，不过香港我哋先补一下目前嘅选择啦，哈。风吹得到係1分，不過冷吹咧係冇得到分數，最重要係看下最尾一關是否影響到評分哦。馬上前來搶師傅，風吹搶半分數。哦，5分，加上嘅係1分，總共係6分。好，我哋祈禱一下，拜託，你一下看一下冷吹搶半分數。滿分！哇！逆轉勝，康秀。你們驚訝一點好嗎？好，我怎麼比你還驚訝？講一下。哎，冷吹哦，它的呈現味道非常的單純。貼夫鹽米西哈有做出來，同那個彩椒可以中和它的那個鹹味。那個風吹呢，哦，嗰個參得厲害。我過講那3塊鹽米西的，因為那個嗆哦。我很害怕那個味道，不過吃下去唔會哦，然後搭配那個肉配的，哦，那個可以解那個膩跟那個嗆味，對，嘟吼，但是另外一味呢，沾那個 yogurt 這樣子的搭配也非常的好。好，來談一下副購嘅想法。哦，其實紅隊正經講凍打爽一點是講哦，因為你2種吃法，你有蘸個 yogurt，蘸到 yogurt 全部都係。3塊的梅頭，因為你的3塊梅頭好重，所以你還沒做一種口味是好的，是正常人用正經普通梅凍吼就切，嘿。啊，了尾吼，正經講吼，甲雞胸肉吼，正經講凍咱處理的東西，你看哦，佢鋪到按球，หั่實到หั่的有解口感的啊，係啊，做凍，是嗎？使用主廚都厲害，而且呢，已經當久冇出現到2個都係第1名哦。馬上出來頒獎咧！耶！哇，已經冇想到哦。當久已經冇出現到，都係你節目當中呢有2個雙冠軍。哇，恭喜恭喜！2歲呢都係得到1000元的加菜金。恭喜！冷吹的阿伯哦，真經要拼起來，逆轉勝得到係1500塊嘅加菜金，你係大頭名哦。唔過呢嗬，其實哦，來比賽最主要嘛，大家神氣啦。唔可能將呀鐵板上天師咁動用嘅老太太分享一下。短房戲啊哈，有參加安尼哈，一家之主哈，有本愛的錄影甲安尼總體比喻哈，很高興，謝謝，有這個機會，謝謝。有你，謝謝。英同阿叔呢今日嗬，佢13萬哦，從頭變到面，佢要不要參加嘅心得，老太太分享一下。要不有安尼機會，我非常的感謝，哦，非常的感謝，謝謝，恭喜！好，冷吹嘅阿姐哦，今日最尾一關就係大眾普世，對不對？真的逆轉身，今天靠你呢。讓大家分享一下感想。當歡喜參加了節目，感謝。哦，哇，就阮阿姐哦，到你啊，還不相信，得到滿分的。他剛才問我說，所以最多是幾分？哎，一人就是3分。哎呦，動力會，節目係非常有才華的怡珍姐來。鐵白參加因為節目啦，去到當緊張。好的，有2個主持人在旁邊暖場，在旁邊提詞，讓我們輕鬆了不少哈。哎呀，當感謝。今日2歲都真勁係動厲害哦，不過喺前輩呀嘅比賽，還記得前輩比嘛咁嘛？用到夾個，人家好不容易放輕鬆，哎喏，就會出汗淋汗。他講對呀，前輩嘅比賽好，怡珍還記得吧？你唔會記得壓力的啊！你就喺講後來做料理，還個師傅表現呀嘅吳總，他也在出汗呢。睇起來都挺有學習，有食飽吧？有啦，啊，咱哋嘅節目睇起來呢，已經夾來報名，參加嘅零沙親戚好朋友，叫下來都嚟到邊睇起來準來了吼。係啦，喊小馬嘅你下直接打電話問一家之主，等下就看到你了。一家之主等你叫下來都要到邊打電視分享兩部卡嘅好米事哦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